今日咧天朗氣清，最適宜咧就係出嚟做運動，或者咧帶自己嘅寵物咧出嚟散步啊！今日咧就同大家去睇下呢一個咧西沙咧最大型嘅項目啊，係由新鴻基發展商咧打造嘅一個商場高柏啊！我後邊呢就係嚟緊開賣嘅 Sierra Sea 啊，總共呢有4座，提供嘅單位呢有781伙啊。Sierra Sea 呢有唔少嘅單位呢都睇到呢一個廣闊嘅海景同埋呢山景嘅，咁啊部分嘅單位呢仲可以呢前臨呢一個高柏嘅一帶啊，所以呢景觀呢都好多元化，可以滿足呢唔同嘅住客嘅需求，連 Tesla 都進駐咗高柏啊。高柏呢除咗有各樣嘅運動、餐飲、娛樂、其他嘅商店之外呢，仲有一系列嘅體育嘅設施，例如呢個高爾夫球嘅練習場，仲有一個呢佔地呢4萬尺嘅兒童遊樂區。成個西沙項目啊，總共呢佔地670萬尺。咁我哋依家再去睇下成個環境啊。交通方面呢，一樣咁方便啊！住客呢可以搭呢個城巴581或者582路線呢，分別來往呢一個港鐵站、烏溪沙站同埋呢一個馬鞍山站。咁我哋依家呢，再去睇埋呢個高柏 Agua。高柏 Agua 呢係一個佔地13萬平方尺嘅水上活動中心。所以咧，中意玩水上活動嘅朋友們咧，真係唔好錯過呢個地方啊！朋友們，如果你哋想知道咧更多嘅資料，或者咧想收到咧第一時間嘅價單咧，快啲聯絡我 WhatsApp、WeChat 或者關注我嘅頻道。下次再見。